再来看这站高雄六股汽车出了山坎的意外，今仔日早起呢，探这山区的雨有较细阵，搜救人员是继续咧找人。消防人员表示讲，昨发现的第二具的遗体，其实挖出来了后是敢若正脚的骹部尔尔，刷落会扩大找找的范围。 第20线六股段81公里，加195个人赛车处理山坎的意外，今仔日是进入第2天的找找行动。透早天一光，搜救人员探到山区的雨较细，就马上展开找找，希望会当找到其他的失联民众。目前我们大概投入有74位进行搜救。那目前最新的进度就是第一个就是把那个脚掌把它带上来。那第二个就是还有发现有一个。 疑似髋关骨的残骸。搜救人员分做3组，除了针对技术民众大体所在，因为已经找到车辆往去的地点，今仔日也会进行开会，找找失联的民众。另外，干务段也加派人员甲车辆，针对第20线79公里的崩塌坑坝站角，减少溪水冲挂，稳定路基，才通好进行疏通。预计在这边投放300颗的一个消波块，那目前的一个进度大概。 已经200颗的一个消波块，那我们将这个经过昨天漏夜以及早上增援的一个机具的一个增援的部分，我们希望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把这个缺口把它抢通。 公路局表示，等待79公里加抢通了后，车辆就当进入针对81公里的所在，放护栏甲拍更帮装，和通往桃园的车会当伫安全的情形下恢复单线通行，方便居民出入，也加快救灾效率。记者柯家族库超用赖维做高雄场报道。